大家好，歡迎嚟到 Candy 的深夜讀書會。今集我想同大家講一本我覺得好實用，亦都好適合普通人嘅投資書《持續買進》。如果你都試過呢一種情況，見到個市升就怕追唔切，見到個市跌又怕自己買貴，成日想等低位，等到最後反而咩都冇買到，咁呢一本書可能就係你最需要聽嘅一個提醒。因為佢講嘅並唔係點樣一夜致富，而係點樣用一個普通人都做得到嘅方法，慢慢累積財富。而作者最核心嘅諗法其實好簡單，唔好等完美時機，持續買入先至係長遠勝算。我想先講第一個重點，持續買進嘅第一個重要信息，並唔係叫你即刻衝去買，而係叫你有錢先可以買。即係話先儲蓄後投資，呢一句聽落好基本，亦都係其實最多人忽略嘅重要一步。因為好多人成日都諗住研究邊一隻股票最好，邊一個 ETF 最勁，但問題係你每個月都使晒啲錢，根本冇錢開始。所以作者提醒我哋，累積財富嘅重要第一步，並唔係揾到神級工具，而係建立儲蓄習慣。例如你每個月出糧之後，先固定留低一部分，一開始唔使好大嘅，可能係10%，可能係15%。重點並唔係數字有幾多，而係你有冇做到長期同埋穩定嘅投資。你可以將佢想象成種樹，你唔會今日種完，聽日就有果實嘅。你要做嘅係先有泥土，先有水，先有耐性。儲蓄就係嗰棵樹嘅根。冇根，後面講幾多投資都唔會穩陣。第二個重點係全書最有代表性嘅一句：盡快買，經常買，持續買。好多人都會問，而家買係咪太高啊？要跌幾多先入呢？我不如再睇多幾個月先啦。但問題係你永遠都等唔到一個完美嘅答案。市場唔會因為你未準備好就停低，時間亦都唔會因為你驚就停低等你。所以作者講得好直接，與其成日估個市場，不如長期留喺個市度啊。例如你每個月月初固定買一筆，市場升嘅時候你亦都有參與，市跌嘅時候你亦都買得更加多，唔需要次次都為咗買嘅時候要最低位，因為你追求嘅並唔係一次嘅成功，而係長期參與。呢一個概念其實都幫到好多人㗎，因為好多人有投資焦慮，其實都係因為我哋想做得最好，但現實係投資最有效嘅方法，往往唔係最花巧嘅方法，而係你真係可以做到落去嗰個。你可以諗下買機票啊，如果你成日都諗住等最低價買，可能最後都係買唔到㗎。不過如果你一早已經設定咗行程，去到某個時間就買，你反而可以減少好多內耗。其實投資都係一樣，唔係盲目叫你買，而係叫你唔好用等多陣嘅心態去拖延開始。第三個重點亦都係最難做到，不過亦都係最重要，就係跌市嘅時候，你仲會唔會繼續買？平時股市升，人人都覺得自己好醒，不過一跌市嘅時候，氣氛就完全唔同晒。新聞開始講風險，朋友開始講恐慌，自己可能都會開始懷疑，我係咪應該停一停，唔好買住呢？而呢一本書最深層想講嘅就係呢一個時候先睇到一個人投資有冇紀律，因為真正累積財富唔係靠你最順風順水嗰陣先買，而係靠你最唔舒服嗰陣都可以守住節奏。例如每個月都投資，但係當個市大跌嘅時候，你突然停咗3個月，表面上你係避開咗風險啊，不過其實你可能錯過咗一段最有效嘅長期回報時間。相反，如果你有一個紀律，知道自己每個月都會做同一件事，你就唔會因為情緒而完全失控。呢一點非常之重要，因為好多投資失敗唔係因為唔識，而係因為太受情緒影響。你見人賺錢就心急，見人蝕錢就驚，一驚你就停，一停你就亂。所以呢本書其實唔單止係講投資，仲係講一種心態。你唔需要次次都贏，不過你要學識持續投資。如果我要用一句說話總結持續買進呢本書，我會話投資唔係贏在一次判斷，而係贏在長期紀律。
呢一本書最有力量嘅地方就係佢將投資拉翻落地，唔再係一種專家先至識嘅神秘技術，而係普通人都可以實行嘅習慣。你唔需要再等自己變成高手先開始投資，你只需要建立一個簡單、穩定同埋可以重複嘅系統。例如每個月先儲蓄，固定投入市場，唔好再因為消息而亂晒陣腳，亦都唔好因為短期波動就停手。當你可以做到呢幾步，其實你已經比好多只係靠情緒投資嘅人穩定好多。所以如果你一直都係覺得投資好複雜，你成日都驚買貴、驚買錯或者驚做錯，持續買進想講嘅其實就係你唔需要等到完全準備好，你只需要開始一個你做得到而且會持續落去嘅方法。因為財富唔係靠一次暴發，好多時都係靠無數次細小不過穩定嘅行動慢慢累積出嚟。呢一本書最值得我哋學嘅就係呢一種簡單但係唔容易嘅力量。好啦，講咗咁多，嚟到影片嘅尾聲，我想同大家做個總結。而家係2026年，如果大家有留意最近嘅財經新聞，都會發現無論係國際定係香港股市，都經歷緊一個好特別嘅階段。唔同嘅經濟報告指出，2026年全球股市預計會維持牛市，不過升幅會放緩，而且 AI 嘅紅利會開始由幾間科技巨頭擴散去到其他行業。至於香港股市，經歷咗2025年嘅強勁反彈之後，今年預計會進入一個溫和但係穩健增長嘅階段。聽到呢一度，你可能會諗，股市升幅放緩，又有咁多唔明朗因素，我而家仲應唔應該入市，定係話等跌市先至執平貨呢？呢個時候，我哋就要記住呢一本書嘅核心觀點。作者用大量數據證實咗一個反直覺嘅事實。等待最佳買點通常都會令你錯過更多上升嘅機會，因為股票市場喺大多數時間入面都係會向上走嘅。所以書入面俾我哋最大嘅啟發就係將你自己同埋你嘅情緒喺投資決策入面剔除，唔好去估聽日個市係升定係跌，亦都唔好因為驚摸頂而揸住啲現金唔放。無論現時恒指係28000定係話3萬點，最聰明、最穩健嘅策略就係設定好你自己嘅財務計劃，然後持續買進。只要你願意長期留喺市場入面，時間自然會成為你累積財富最好嘅朋友。多謝你收聽 Candy 的深夜讀書會。如果你想，我下一集可以再同你拆解更加多嘅理財書，繼續用最貼地嘅方式講最實用嘅內容。下集再見。